啊？还好，不要让他听到怎么办怎么办，他才会崩，他才会磨烂的。里面有穿吗？没有啊，他就蕾丝的啊。他录影的时候会把这件脱掉。展现你狂热。没有，我们会在这边挖洞。今天走一个发红包风，喜气洋洋，喜气洋洋，过年嘛，恭喜发财。红包拿来。就虎年行大运。因为平常有些艺人会看不到，可是这个时候一次就看到了，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，像同学会一样。